各位兄弟姊妹，我係 Danny， 目前我喺達拉斯角聲社區中心服務。角聲係一個基督教非牟利嘅福音機構。今次拍攝影片係為咗年度籌款活動，希望大家奉獻支持，並且了解角聲喺達拉斯華人社區所存在嘅價值。我哋主要幫助新移民提供各式各樣嘅資訊，協助低收入戶申請各種政府福利，幫助不善英語嘅華人朋友提供信件嘅口頭翻譯，以及預約醫療門診等。不僅如此，達拉斯角聲亦舉辦各類講座，例如健康、職場、親子等議題，提升華人更了解嘅整體環境。期盼無論你居住在何處，都能共同支持角聲以基督嘅愛繼續喺華人當中發光發熱。感謝你以金錢奉獻參與到我哋嘅事工當中，願神祝福你。